方中文輸入法係一套完全冇難度嘅中文輸入法喎，唔使寫唔使記㗎，簡單又容易，方便又快脆，1-2分鐘就學得識㗎啦。嗱，而家我哋睇睇點樣可以好簡單咁樣學到中文輸入法咯喎。開咗九方輸入法，我哋會睇到呢一個畫面出嚟，呢度有3行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3行方格對應翻鍵盤右手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呢9個數字鍵，我哋只需要撳呢9個數字鍵就可以打晒中文字㗎啦。格仔裏邊紅色嘅符號代表寫字嘅筆畫嚟㗎，橫同剔嘅筆畫撳呢一格，豎同豎勾嘅筆畫撳呢一格，一撇嘅筆畫撳呢一格，一點一捺咁一斜嘅筆畫撳呢一格，中間呢個彎曲嘅符號包括所有折位、橫折、撇折或者彎勾嗰類嘅筆畫，例如翹絲邊啦、耳仔邊啦、斧頭邊啦，或者連筆轉彎位啦，呢啲咁彎嘅位、咁彎嘅筆畫都會撳中間嘅呢個位置。口字部撳呢一格，如果係草瓜頭、竹瓜頭、寶蓋頭，分別撳下邊呢度1、2、3呢3格。呢個畫面會睇住㗎，所以唔需要記喎。咁我哋打字嘅規則非常簡單，所有字都好，只需要撳佢開頭2筆同埋個字最右邊部分第1筆，頭2筆右1筆就得㗎啦。例如新年嘅新，第筆寫一點，第筆一畫，咁你撳下一點，對應翻撳4字。第2筆係寫一畫，一畫喺7字呢格，對翻嚟撳7字。第3下撳個字右邊部分第一筆，右邊嘅根字，第一筆寫一撇，第3下撳一撇，撳9字。撳完3筆喺9個格裏邊揀翻個新喺中間呢行第1個格，對應翻撳翻中間呢行第1個格，即係4字呢個位置，跟住打個新字出嚟啦。新年嘅年，第1筆寫一撇，第筆畫，咁我可以撳下一撇一畫，嗱一撇撳9，一橫嗰筆畫撳7。第3下應該到右邊第1筆，但個連字同身體嘅身呢一類嘅獨體字分唔開兩邊嘅，右邊部分冇筆畫，第3下撳0，選字呢個位置，跟住揀翻個連喺中間呢一格撳翻5字，打個連字啦。快樂嘅快由左至右寫過嚟，一點一讀，一點撳4，一豎撳8，右邊一個折位，中間5字。跟住喺9個格撳翻快，佢下邊一行第1個格對應翻撳翻1字，咁啊打個快字啦。樂字由左至右寫過嚟嘅話，第1筆係折，第2筆都係折，中間呢個位置撳2下，頭2筆都係折，跟住係右邊第2筆，請留意右邊係指最右邊呢部分，嗱中間部分唔需要理佢，下半部分嘅筆畫都唔需要理佢。最右邊都係個翹絲，呢一筆又係折，所以第3下同樣撳折。撳完3筆，睇翻樂者下邊行第1個格，對應翻撳翻1，打個樂字啦。要撳逗號，先撳右下邊呢度寫住標點嘅格仔，逗號出咗嚟喺中間呢個格，撳翻中間。嗱呢3行對應翻呢3行，逗號中間5字撳5字，咁就打咗新年快樂幾個字咯喎。嗱。身體健康幾個字，請大家自己試下點樣打，可以諗諗，我轉頭話你知啊。好啦，嗱，身體嘅身，第1筆寫一撇，跟住寫一豎，嗱一撇撳9，一豎撳8，第3下到右邊，但係呢個係獨體字，分唔開兩邊，右邊冇筆畫，第3下撳選字，對應翻撳0，跟住揀翻個新。中間呢行第1個格撳4，身體嘅體，第1筆豎，跟住一個折，一豎嘅筆畫撳8，第2筆折位，中間5，跟住撳右邊第1筆，右邊呢部分第1筆會寫呢一豎，第3下撳一豎撳8，跟住揀翻個體喺上邊一行第1個格撳翻7字。健康嘅健，一撇一豎一個折，一撇一豎一個折。跟住有翻個健，個康字一點一畫，呢個字
獨體字冇左右，第三撳零選字，獨體字撳兩不得啦。呢度未見到個康，撳下一頁零呢度，跟住見到個康就係中間五字，撳五字。同樣道理，要打標點符號，先撳下邊先係標點嘅格仔，跟住對應翻嘆號呢個位置，就咁簡單就可以打晒中文字㗎咯喎。好啦，下邊我哋睇睇呢幾個字應該點樣打。我相信大家應該識㗎啦。個線字第一筆字，第二筆係節，右邊第一筆一撇。如果打個做一撇一豎，最右邊第一筆一撇，嗱，中間部分唔需要理佢。如果打個飛，第一筆係咁彎，即係等於一個節位，第二筆係呢一撇仔咁斜落去嘅，嗰畫撳9。呢個字直落嘅，分唔開兩邊，第三下就可以撳選字0㗎啦，就咁簡單嘅啫。嗱，就算屈字咁複雜，寫就梗係難寫啦。如果用九方打咧，一樣係好簡單。第一筆寫一橫，跟住一豎，最右邊呢部分第一筆亦都係一橫。嗱，中間嘅否字唔需要理佢，下半部分都唔需要理㗎咯喎。好啦，嗱，個屈字雖然咁簡單，用九方打就好容易，但係咧，如果我哋冇睇住嘅字嘅時候，有可能會唔記得點寫喎。所謂執筆忘字咯喎，我相信大家都試過啦。當你唔識寫個字嘅時候，你用手寫板梗係難寫啦。就算你識倉頡速成，你唔記得個字，用倉頡速成點打都打唔到出嚟。要查下字典啦，問下人啦咁咯喎，都幾麻煩。但係用九方咧非常簡單。當你唔記得個屈，你可以先打另一個同音字，例如屈原嘅屈呢個字就簡單好多啦，因為經常用。第一筆個節跟住一橫，我哋撳一節一橫。呢個字獨體字冇右邊第三撳選字0，跟住揾翻呢個屈字，如果未有嘅話撳下一頁。睇到個屈字喺度，然後咧用個滑鼠指住屈字左上角灰色嘅位置，左上角灰色位 click 一下，呢個畫面就出現咗屈滑滑屈咁樣嘅同音字出嚟啦。咁我哋好容易就揾翻呢個屈字咯喎。同樣道理，如果烏龜嘅龜唔記得咗，我哋可以先打個回歸嘅歸啦，富貴嘅貴啦，玫瑰花嘅貴啦，或者季節嘅貴啦。所有同音字是但打一個，就可以揾到需要嘅字啦。譬如打個季，季節嘅季，然後滑鼠指住季節左上角灰色嘅位呢度，click一下，呢個畫面就變咗季季季季季季，好容易揾翻個季字咯喎。嗱，就咁簡單嘅啫喎。如果大家明白嘅道理，打個作字嘅時候唔識打，可以打個昨天嘅作，工作嘅作，然後 click 個字嘅左上角灰色嘅位就得㗎咯喎。好啦，嗱，九方就會咁簡單咁容易，仲有好多嘢幫到我哋嘅喎。嗱，除咗咁容易打到中文字之外，仲可以用繁體字打簡體字，亦都可以用簡體打翻繁體字，用簡體字直接打簡體字，仲可以用普通話拼音或者粵語拼音去打字喎。嗱，除咗可以打出普通電腦嗰啲13000嘅繁體字之外咧，仲可以打4876個香港字同香港常用嘅標點符號，亦都可以打6000幾個簡體字喎。嗱，喺我哋呢個軟件裏邊，仲有廣東話讀音、普通話讀音，有中文字典，有英漢字典。呢個版本仲可以查翻香港屋村名、街道名、大廈名嘅中英文地址喎。嗱，好多輔助嘅功能咧，強大嘅輔助功能都會令到我哋將打中文字變成樂趣嘅喎，完全冇晒煩惱。嗱，所以大家咧快啲裝翻到九方喺呢個電腦度啦。